其实每一出戏用音乐来帮忙戏推动，观众可以在看的时候接近我们多一点，这就是我们很花时间在声音音效处理的部分。不管是室内还是室外，都会有不同比例大小的海浪声，这是这一部的音效的一个重点之一。做出一个层次是比较需要花时间的。比较事件型的，像落水啊，第一场就是阿贵他掉到海里，然后被子弹射到那一场。因为那时候我们的参考，我们找了1899这个 reference， 它的一些音乐设计跟音效设计上会比较现代一点，就是比较跳出来这个时代剧的整个痛调，这是我蛮喜欢的。我们在想象这个故事剧本的时候，就期待用更贴近新生的角色的心情来操作这件事情，包括他们怎么度过寂寞，包括他们怎么面对彼此的伤痛，还有互相帮忙、互相协助，度过那段其实很寂寞又孤单的日子。很多地方都是在于情绪上的拿捏，所以可能这个段落明明是一个很哀伤的感受，或者是压迫政治很强的东西，我们用反方向来做。那个反方向说，感觉上用了一点弦乐，或者是在音符上采用一些大调处理，感觉上有点希望一些光明。可是观众看戏的内容跟他们的对话，会有种酸楚在。利用这个反差去观众去体会到这些小人物的心情。先生，我唔讲哦，人嘅职业系我去做先生。钟启先生，按你的先生哦。这里面的角色跟丰富度是非常高的，所以我们期待就是说，观众看的时候可以跟着我们的设计一步一步的，能够体会这些新生的心情，但也能够感受到大时代里面非常有力量跟张力的戏剧冲突。我在这部片子里面担任的是插曲的作曲、还有编曲、还有制作。我觉得拍的东西的故事性是很吸引我的，即使它已经是一个过去的一个故事，但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其实还有非常多感同身受的地方，所以我就这个故事的感情去写旋律。这次《神的回信》是找柯志堂演唱，寻找出口，我觉得是这一个片子最重要的讯息。所以在写这个歌曲的时候，我不是写一个很悲伤的一个歌曲，反而是以旋律上来讲，我希望它更像是一个儿歌，更像是一个妈妈会唱给小朋友的歌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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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除了中文版本之外，柯志堂在《神的回信》里面还唱了客语版，还有英文版。那英文版他自己写词。我觉得国语跟客家它还是算是在同一个范畴，就是它，比如说它的旋律
它字就是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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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就英文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流动性比较高的语言，对我来说是蛮困难的。那部戏他们在那边的情况是非常艰难的嘛。葛大慈，我觉得他用很简单的字，你就可以想到他们这么艰难的样子。但虽然他写的很轻描淡写的感觉，期待大家在看戏的时候，可以透过这些歌曲、跟音乐、跟声音的设计，直接的进入到我们的这个世界，这样。